夜晚成日要起身去洗手間，第二日個人自然易疲勞。其實背後好多時都同生活習慣慢慢累積有關，飲食偏鹹、壓力大、坐得多、休息唔夠，狀態就會唔穩。除咗日常調整之外，亦可以用日常保養方式支持肝腎健康。日本研製，香港註冊天然配方，肝腎力具補益肝腎、活血行血之效。配方結合日本漢方智慧加現代科研技術，用作日常支持肝腎以及全面促進整體健康。全程日本原廠生產，嚴格品質監控，已於香港註冊，並通過第三方安全檢測。天然萃取，配方溫和，日常保養更安心。想一次買齊，日常保養更方便。買滿3盒或以上9折，免費送貨，貨到付款即刻上官網選購。經官網購買，保證日本原裝正貨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